大家好，我係劉慧卿，歡迎大家嚟到我哋呢個節目。今日咧，我好高興咧，係請到位都係紅人嚟㗎呢排嚇，就係大家都聽過好多有啲香港人或者有啲其他人咧，俾人拉咗去緬甸嗰個 KK 園啊，同其他唔知咩園喺度要佢去呃人嗰啲咧。咁我哋香港咧就有位英雄咧，就係幫手就去即係希望挽救嗰啲人啦。咁就大家可能喺電視都見過佢，即係佢成日都有陣時去政府總部請願啊，同埋啲家屬。咁就係咧，阿余德寶先生 Andy， 多謝你。多謝兄姐。Andy 咧就係以前咧係油尖旺嘅區議會嘅副主席，咁當然而家唔係啦嚇，佢亦都係以前係公民黨嘅成員嚟嘅。咁今日咧係好多謝 Andy 咧，就上嚟呢度同大家講下。即係佢呢幾年做咗啲乜嘢？點解要做呢啲嘢？點解做有心人去幫啲市民？係幫咗幾多個咧？咁可以即係詳細啲講俾大家聽。喂 Andy 啊，講下先，講下歷史先。我頭先講你係副主席啊嘛，係冇錯。你係幾時開始做區議會副主席㗎？我就應該2016年就當選做油尖旺區議員嘅，咁去到應該係換屆之後啦嚇，即係19啊2020年。20係啦，做到2021年嘅7月左右啦，係啦。即係2020就做副主席。冇錯。咁啊做到21年嘅7月啦。7月嗰陣時係咩事？你哋自己辭職。辭職潮啦，係啦。辭職潮你就辭埋職嚇。冇錯。咁但係你係公民黨成員嚟㗎嘛？咁你又做到幾時㗎？公民黨成員？公民黨成員都係辭職前嗰1-2個月就退埋黨。即係退埋黨，然後辭職嚇。咁嗱，今次咧就上嚟講下嗰啲市民啦，多謝你幫佢哋啦。你係點解同埋幾時開始去幫佢哋嘅咧？係，首先兄姐我就唔敢當係叫英雄啦嚇，有心人我同意嘅。有心人同意啦，係咪啊？局長佢太同意啦嚇，我都覺得因為好有心嘅真係啊。點解咧？主要就其實即係詐騙園區呢個題材或者呢個情況，其實2年前已經發生緊，或者係2022年，即係甚至係3年前已經發生緊。20幾多？22年嘅大概9月份，我接觸到第一宗嘅個案。即係嗰啲市民嚟揾你，點解佢會嚟揾你咧？嗰個其實係我當區，即係我仲喺油尖旺嘅當區居民嚟嘅，即係我認識嘅。當然已經離開咗個區議會啦，已經唔係做區員啦。咁但係都係我同啲街坊嘅關係都良好啦嚇。咁所以佢哋識你嚇。係啦，就遇到呢個情況，咁就揾我求助。而當時比較有趣嘅情況咧，唔係直接同嗰啲被非法禁錮嘅港人聯繫嘅，而係透過一個我嘅居民啦。而我居民當時咧係被呢一位被非法禁錮喺緬甸園區嘅人士咧，就係詐騙咗一啲金錢嘅。佢揾我求助，其實就係佢就俾人呃咗錢。係啦，佢俾人呃咗錢嘅。呃咗幾多？幾萬蚊美金咗啦。係啊。咁啊，點解佢想你同佢揾翻啲錢翻嚟？其一啦，其二就係揭發咗真係原來有呢啲賣豬仔嘅情況喺香港發生。因為我哋一開始覺得，其實呢啲賣豬仔嘅情況可能係一啲好落後嘅第三世界國家先會發生，但估唔到香港活生生真係出現咗。喂，你點知佢係賣豬仔啫？嗰個人俾人呃咗錢啫嘛，你點知佢嗰邊呃佢嗰個人就係俾人賣咗豬仔咧？當時我都有查證過嘅，因為我都對我嚟講都好陌生，亦都好震撼。我覺得點解會有呢啲事情發生咧？咁當然佢亦都之前揾我之前都揾咗政府部門求助啦，亦都揾咗傳媒報導過噶啦。其實亦都當時咧，內地或者係台灣已經係有大肆嘅宣傳嘅來，即係話有呢啲咁嘅事情，係講係賣豬仔，賣豬仔嘅情況，嗰啲人賣咗豬仔咧就要幫手做呃人。係啦。而台灣同埋內地都有好多呢啲個案例出現咗，所以我就引證住咁有機會香港都有呢啲事情啦。而我亦都有機會同到當時嗰個被賣豬仔嘅人士通到電話嘅。點解會通到電話咁？因為一啲我要了解佢嘅情況啦嚇，咁即係亦都係求證嘅一個途徑。而當時被困嘅人士係相對容易可以用到手提電話嘅，即係可以同外邊聯絡嘅，因為佢用嚟呃人啦，係咪有啊？冇錯。咁所以咧就嗰陣時你就發現，咁嗰陣時仲有出戲嘅喎，係咪啊？係。咩叫孤注一擲？孤注一擲係啦。就係嗰段期間係咪啊？孤注一擲應該就係嗰段期間之後拍攝嘅一套電影嚟嘅，係一個內地即係內地為主題嘅一個電影咯。咁而當時亦都好紅嘅，因為好多人知道香港，而當時香港嗰個個案都多嘅，講緊可能係
幾十個、30-40個嘅講緊。香港人嘅個案係30-40個㗎，係。哦。我都睇咗嗰出戲啊，因為係我徒弟個媽媽帶我去睇，咁嗰時我都唔知係話咁普遍啊，我仲覺得哇乜咁大件事㗎咁樣嚇，咁但係咁你點咧？你揾咗政府幫唔幫到手，一係點咧？當時當然佢哋政府嘅反應比起而家嚟講，一定係即係完全自然不同啦。當時就相對。即係佢會表達出自己，因為有冇呢個域外法團啦，冇域外嘅法權啦，冇呢個境外執法權啦。但係當時佢哋就成立咗一個專責小組嘅。當時已經成立㗎啦。係啦，已經有個專責小組，亦嗰一個叫境外工作小組，係 for 一啲即係俾一啲被已經誘騙咗去東南亞地區嘅人士去求助嘅。而當時其實除咗緬甸啦、柬埔寨，其實都有個案。係。咁所以當時其實都幾嚴重下嘅個情況。咁但係去到即係最近呢個情況，今年啦或者舊年嘅開始有啲唔同啦，政府更加積極，因為黃星事件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啦。黃星事件，真係多謝黃星啊！嗬，哇！反而泰國個總理仲自己飛到去北京見阿習近平添啦，因為泰國都好大問題啊，佢個旅遊業好似受到打擊。咁但係如果咁多年真係都一路做緊嘢嘅，唔係話冇人做嘢嘅係嘛？你話咁多10個香港人。其實好多已經翻咗嚟啦，喺呢幾年係嘛？如果你講2022年嘅個案，我相信大部分都翻晒嚟㗎啦。係。咁所以點解局長鄧炳強局長就形容為死灰復燃啦？咁當然對於我哋嚟講，我哋都理解有類似咁嘅情況發生，只係在於不是香港人，係嗰啲豬仔啫。其他國家仍然係有類似咁嘅情況發生喺東南亞地方咯。咁而當然佢嗰個詐騙模式都自然不同咗啦。2年前可能就同你講，喂，我哋要揾一啲嗰啲叫做高人工，但係咧包食宿嘅一個比較長期嘅工作嚟嘅。即係可能包你住宿啊，嚟東南亞工作嘅，開宗明義㗎啦。但係去到近呢一年咧，佢就轉咗模式，佢就你可能咧就去真正目的地咧就去台灣啊、日本呢啲地區嘅，但係你中間加咗個中途站就係泰國。咁你就去咗泰國攞咗啲嘢，你先轉飛翻嗰啲地方。當然去到泰國就大家明啦，夾咗係咪？咁啊因為又話係有好多錢噶嘛，係咪啊？啲人就好多去都係因為貪嗰啲錢係咪啊？因為點啊？都有金錢係其中一個引誘啦嚇，我相信即係揾快錢啦。咁另外當然亦都有一啲係朋友嘅，我唔知係出賣定背叛啦嚇。因為某程度上當然對於我哋咁多香港人都好醒噶嘛，對於啲咁陌生嘅人同你招手啊啲工作機會，或許都會提防嘅。咁但係有啲情況就係我理解咧，係有啲朋友就喂我都試過㗎，你去啦係 work 嘅，即係一個真嘅賺到錢嘅，翻到嚟嘅係一個即係從而減低咗佢嗰個戒心咯。喂，咁係咪真係咁咧？因為佢真係走去佢啲朋友啊？呢個就掌握唔到啦，呢個就要警方去做一啲等佢翻咗嚟之後要做一啲調查工作咯。咁你自己一共係幫咗幾多人啊？你親手或者有咩？我成日都見到你得閒又同埋啲家屬企喺政府總部門口又遞信又請願咁嘅。如果即係今年啦，即係舊年開始就我應該係有9個個案嘅，有9個個案係啦。咁而家基本上就翻咗嚟8個咯，仲有1個未翻到嚟。嗰個點咧？嗰個你諗？嗰個其實我理解都係一個處於一個比較複雜啲嘅狀態嚟嘅嚇，因為我又唔講得太多啦，因為佢未翻嚟。係啦，未翻嚟就費事影響即係政府嘅部署啦。係啊，咪就係又鬧鬼啊！係啦，咁啊，即係我有啊。咁我哋 keep 住都有同佢嘅親友聯繫離去嘅情況。應該唔會太危險嘅，而家係嘛？係啊，即係可以聯絡到嘅狀況咯嚇。咁當然即係最好就係佢可以翻到嚟啦。因為聽到喺新聞度聽到佢話有啲又唔翻嚟嘅喎。你都話知識呢啲嘢嗬？係啊，因為即係政府過去又唔知點帶佢翻嚟噶嘛。覺得有啲咧就選擇就唔翻嚟嘅。係，因為嗰啲詐騙園區，即係當你了解多咗之後咧，其實佢係會以一啲自願嘅人士為居多嘅，而自願人士可能係嚟自內地啦，嚟自台灣，嗰啲真係去揾工嘅，而且真係做緊工嘅，翻工嘅嗰啲。咁但係當然但係咪好多錢揾咧？有基本食宿嘅提供啦。咁當然如果你真係可以呃到人，都有一啲佣金，形容佣金去俾翻佢哋啦。咁但係有少部分係真係夾走佢啦，或者係用誘騙嘅形式
係令到佢哋進入園區咯。嗯，咁對於嗰啲嚟講，佢梗係希望翻到屋企啦。其實佢哋係要做咩咧？嗰啲詐騙真係咪我哋成日聽新聞又話啲人咩打電話嚟啊，或者喺電腦啊咁樣嗰啲，係咪就係做嗰啲嘢咧？其實就算啱啱嗰套戲《孤注一擲》，其實個內容係接近㗎啦，即係佢哋會主力係做一啲叫做殺湯豬盤啊，感情騙案啊。即係橋就唔怕舊，最緊要受。咁當然佢哋嘅對象係唔係香港人啦嚇，係一啲歐美嘅人士啦，或者西人西方人士啦嚇。咁所以咁要識講英文又係啊，所以佢哋幾重視幾高香港人，佢係即係懂得即係一啲英語嘅能力啦。特別係一啲，因為佢要進行一個詐騙嘅工作，佢首先要假裝係可能美國人啦。咁佢要識相關嘅一啲可能美國一啲文化啦，包括我理解可能當時特朗普選舉嘅時候，美國選舉咧，佢哋被詐騙人士需要去了解當中嘅啲新聞，佢先可以同到當地人溝通到咯。而可能你話可能內地啊或者台灣人士未必話太熟西方文化。即係主要就係大家建立咗個感情啊咁樣。然後就叫佢俾錢佢咁啦，係咪啊？係啦，都係一啲投資騙案咯，最後引申嘅，即係先感情嘅建立，然後就會教你一啲投資嘅一啲方法，然後嗰啲投資當然大家都明白，其實係即係投資咗之後就冇錢嘅嚇，操控咗嘅。咁我話好多人嘅喎，話佢園裏邊係咪啊？係啊，佢話幾萬人都有嘅，唔知真點啊？大園區應該都有幾萬人嘅，係。哇！你話真係一盤好大嘅生意嚟嘅喎。係啊，就算之前中國內地公安部過去救，都講緊以幾輪嘅包機，幾千人離開嗰種，嗰係只係集中喺一個園區喎，佢唔係講緊幾個園區嘅情況。咁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對於緬甸當局嚟，即係sorry當局啊，緬甸嗰啲地區分子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生意咯。係咯。對於特別啲軍閥咯，形容係。係咯。咁我相信唔係淨係緬甸啦，係嘛？你泰國都有份啦，而家最近先至話截咗佢啲電啫嘛，俾咗佢唔知幾耐啊，真係嗬！所以好多人都有份㗎喎，係咪啊？咁你又話嗰出孤注一擲，後來睇個做完嗰度，佢話鳴謝都要鳴謝內地公安啊，係啊，公安都俾晒啲橋佢啦，佢都知道晒點樣操作。係啊，即係一擲孤注一擲嗰個其實。嗰個內容其實嗰個數即係好接近，我理解好似接近現實嘅情況咯。即係包括佢可能詐騙嘅方法啦，或者喺園區裏邊嘅啲生活嘅模式啊，或者個情況，甚至有啲虐打嘅情況，其實現實生活中比比皆是。係咪啊？咁你話你夾埋幫咗9個啊？最近呢幾年係最近呢一年。即係以前咧，除咗之前就有2位啦。即係夾。即係2022年嘅時候有2位啦。係。10多位啦，係啦。佢哋都即係大部分翻晒嚟啦。翻晒嚟㗎啦，基本上。當然呢個其實亦都係另一個我覺得特區政府需要重視嘅位置啦。即係當然我知你好努力去營救或者做一啲外交嘅工作啦。但係翻到嚟香港其實都有啲善後嘅工作咯。因為做咩？因為佢哋精神狀態係相當差啦，我形容係。係咪啊？即係甚至即係當佢翻到嚟香港第一日，佢都要去警署留工。然後可能又要去驗傷，因為我理解佢哋部分都有一啲身體嘅傷害啦嚇。咁而心靈嘅狀態或者損傷係更加重要咯。因為佢有啲屋企人翻到嚟第一件事，佢原來最開心係咩咧？就係同佢食碗淡仔。淡仔點解唔中意淡仔咧？唔知可能好耐冇食過可能港式茶餐廳嘅東西啩，即係淡仔唔係港式嘅喎，係咪啊？淡仔內地嘅喎，米線嘅嘢啦嚇，即係咁對於佢嚟講已經係好開心啦嚇。即係有碗淡仔食啊！有啲人話中意食雲吞麵啊，呢啲係中意食淡仔。係啦。咁啊點咧？之後咁所以即係我哋而家我哋個群組仍然存在啦。咁所以我哋下一步我哋都會聯絡一啲心理醫生，可能會提供一啲即係義務嘅協助俾佢哋做一啲心理嘅輔導。即係政府唔幫佢哋㗎啦，呢啲。暫時冇收到政府有相關嘅提。唔係你要提出㗎嘛，大佬啊，你就咁喺度。係咪？我諗家屬會提出嘅嚇，因為佢哋都觀察緊，應該咁講，即係佢啱啱翻咗嚟嗰6位啦，翻咗嚟係可能都唔夠，即係冇耐啦嚇，咁所以佢哋屋企人都喺度觀察緊，亦都唔敢提太多，問佢哋，你過去喺園區嘅情況，問佢都盡量都唔講㗎啦，即係費事令到佢又再諗，重新勾起嗰啲傷心回憶咁樣。
係咯，真係慘，好後生㗎，係咪？呢幾位都係40幾至20幾都有啦，即係個 range 都即係嗰個範圍都大嘅，係啦。有男有女。有男有女情況。啊，咁點？喂點啊？而家你估仲有冇人會俾佢呃咧嚇？我相信而家少好多㗎啦，因為始終大家嗰個意識高好多啦。咁但係當然，我哋其實本身同泰國當地有啲非牟利團體有啲聯繫合作嘅嚇，因為我哋會問佢一啲當地嘅一啲消息，因為佢一定會快過我哋香港嘅消息嘅。即係特別可能你講緊泰國會封鎖佢哋嗰啲電啊、網絡啊，咁當地嘅非牟利團體係會資訊係會比較快啲嘅。咁所以我估即係佢哋嘅評估啦。呢一刻可能暫時會少好多，因為大家都看在眼內，明知嗰度係一個老虎口都唔會特登送過去啦。反而佢哋可能會部分嘅園區會轉去老撾啦，或者係柬埔寨呢啲地方咯。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緬甸係一個高度關注嘅地方啦。咁但係佢哋嘅營運模式仍係要繼續㗎嘛。咁所以佢可能就會轉移喺唔同嘅國家。咁而嗰啲國家針對住呢啲販賣人口或者詐騙嘅工作，係咪都好似泰緬咁強咧？就冇人知啦。咁所以就咁，如果其實內地好多人去咗㗎，嗬。係。你話揾幾架包機都送唔晒，咁啲人係繼續俾人哋呃又好，或者佢真係諗住去打工咧，嗬。咁有啲冇工做啊嘛，咁去打工，咁又都有得食有得咩㗎嘛，係咪啊？基本住佢會提供住俾佢啦嚇，一啲簡單嘅食物嗰啲都有嘅，係啦。咁但係當然就咁人唔係淨係要溫飽㗎嘛，咁都要自由㗎嘛。咁你就不被限制自由，我諗就係即係呢個就係比較關鍵嘅位置咯。咁當然佢亦都會同佢講嘅咁你努力揾咗幾多錢達到標啦，咁就可以衣錦還鄉咯。即係可以俾佢走嘅。咁你自己有冇過去啊？我自己就冇過去嘅，係啊，我都好擔心其實。你擔心咩啊？我都好擔，真係好擔心。喂，大佬啊，你而家坐喺度講緊嘢，你擔心咩啊？你講啊？你冇啊？唔係，因為我都有問過當地啲非自願即係非牟利團體佢哋，因為佢哋都會協助營救一啲東南亞地區。包括可能新加坡、馬來西亞嘅人士，佢哋都有同園區有啲交涉添嘅，係啦。咁當然有啲成功，有啲唔成功啦。啲成功嘅例子有啲失敗嘅例子啦。咁我都有問過佢哋，喂，你哋擔唔擔心？即係自己，即係你係啊。咁佢哋擔唔擔心？佢哋又唔好擔心喎，好似不過佢哋相對比較低調。的確嘅。即係佢哋會隱姓埋名啊，佢哋唔會用真名，但係我唔係啊嘛。即係你而家坐喺度咁嘅大件事，你而家覺得而家應該冇咁高。咁我相信保安局係幫到手嘅，因為即係我唔知啊，局長嗰陣時係叫你唔好講咁多嘢㗎嘛，係咪嗰陣時你係咪講啲嘢打亂咗佢啲計劃咧？呢個我掌握唔到啦嚇，咁但係我諗即係我要講嘅都係啲家屬希望我哋去表達出嚟嘅啫。即係家屬叫你講嘅，有陣時你走去政府總部嘅直情係咪啊？係。去遞信㗎，即係嗰陣時就係因為啲家屬係覺得要做啲嘢咯，要做啲，其實已經做咗㗎啦，係咪啊？已經問咗政府㗎啦，但係好似冇乜聲氣，所以你哋先去到嗰度，因為點咧？係都某程度上係嘅，因為其實應該係舊年9月、10月開始有呢啲個案啦，而家屬嘅角度，佢要做嘅都做晒嘅，包括去警方、去入境處、去埋領事館。其實佢呢啲行為做晒㗎啦，係啊。嗰陣時佢自己做，未必揾你。係啦，嗰陣時佢自己做嘅，甚至寫信俾可能係中國領事館啊，乜都做晒，咩都做晒㗎啦。咁但係就冇用嘅係咯，即係唔係好積極嘅狀態啦。咁啊點啊？咁佢哋嚟揾你。係啦，其後就揾咗我啦。咁然後我就點解其他家屬又會識揾你咧？你話初嗰個就係啲街坊識啦。係。咁其他嗰啲，喂，你知唔知嗰個邊個嗰個小花話你係咪想去選舉啊？你記唔記得啊？記得。你即係咩事發生咧？係啦，其實第一個揾我嘅我都認識嘅嚇，當然唔係好熟嘅街坊啦。咁佢就開始聯絡到入邊，因為我哋知有某啲園區有幾個香港人喺入邊㗎嘛，咁就喺嗰度。大家互相聯絡然後叫家屬一次過揾我幫手，咁然後我哋就整咗個家屬群組，
咁其實呢個都好有用嘅，因為一開始好多家屬自己形單隻影啊，即係自己去求助，有啲人又當佢即係叫佢離開啦，叫佢離或者覺得開根本你叫你幫手，你係叫人離根本開。佢就我哋做唔到嘢㗎啦，唔好意思啦，即係佢哋會覺得好無助咯。係。咁至少我哋 group 咗一班，大家都係即係諗意向一致先啦，大家都希望救屋企人翻嚟啦，咁又互相支持啦嚇。因為某程度上一開始我哋去咗，其實我哋第一步唔係去政總先㗎，我哋去咗旺角警署度有個記招嘅，即係呢度隔離。喺度隔離，其實係啱啱過嚟就喺警署門口有個記招。有記招嘅，真係想死啊！你真係，你都冇事，你都好彩。係啦，咁啊嗰陣時做咗記招先嘅，咁但係當然記者嚟嘅記者都唔多嘅，係得嗰一兩個記者，獨媒即係有啲記者喺度啦，咁係啦，咁然後就報道嘅反應都唔正面嘅，就算網上嘅報道都少嘅，因為啲網民嘅留言係唔正面嘅，即係覺得喂，你哋啲家屬都咪即係嗰被去嘅人係即係可能覺得佢愚蠢啦，覺得佢點解咁都俾人啊嚇，即係嗰啲。自己嗰啲評論係唔正面嘅，即係唔係太正面啦。家屬見到都唔係咁開心嘅嚇，即係佢哋曾經都唔睇呢啲嘅評論啊，因為覺得好似我諗住政府又當時又唔係好積極，或者揾任何方法都求助無門嘅時候，有冇揾過啲議員啊？我理解其中有一位係有揾過區議員，立法會議員就冇揾過嚇。咁但係當然個區議員就話你揾警察就 OK 啦。咁最後就點解唔揾下立法會議員咧？佢哋今日唔識有啲立法會議員，可能我又冇特別深究呢個內容咯。係啊，咁然後就係咯，就最後就 group 咗，然後我哋就開始有啲行動，就去政總啦，去請願啦。咁直至到去黃星事件之後，就開始咗，即係嗰個就不論係政府嘅反應不同咗之餘咧，傳媒嘅即係網上網民嘅輿論都唔同咗，因為大家會比較啊嘛。喂，點解嗰個中國明星、內地明星就可以3日4日就救到出嚟？係咯，呢班香港人就幾個月都仲未出到嚟咧。咁香港政府又真係做到嘢喎，突然間變咗，初係做唔到喎。點解咧？我諗內地政府都有好明確嘅意向，話要去幫呢班人啦。即係我諗佢變相點解咁講嘅？泰國政府領事館都唔同咗態度嘅，因為我理解一開始有啲家屬去求助嘅時候咧，佢就係因為你唔係我哋國民嘅原因啦，就冇叫佢揾翻特區政府幫手。咁呢個理論上係正確嘅，因為即係佢唔係佢國民啊嘛嚇。咁但係當黃星事件第2日，我哋就去咗泰國領事館度請願。哇！嗰個態度係點啊？360度轉變。點樣變態？首先就佢哋揾咗個副領事嚟接我哋先，我都好驚訝，我就以為佢揾個職員啦嚇咁啊。副領事啊？揾個副領事嚟接我哋。咁啊又話會全力去協助，一視同仁。咁對於嗰個家屬，因為我哋同一日嗰個家屬叫 Kelvin 啦嚇，佢都有去過泰國領事館。而當時當時嘅態度係即係就叫佢離開啦嚇，禮貌地要佢離開啦嚇，因為唔係佢嘅國民啦嚇。咁但係今次既然係話我哋會盡力協助，第2日真係佢哋有人聯絡我，問我去索取有關嗰幾位求助者嘅資料，即係被困港人嘅人士嘅資料。即係本來都已經俾咗佢㗎啦，冇俾到佢。理論上佢如果個別家屬應該有俾佢，都唔齊啦，因為有啲可能有去，有啲冇去啦。咁但係我哋就幫手整合咗當時嗰幾位嘅名單，就交咗俾泰國駐港嘅領事館。咁你有冇交俾香港政府咧？當然有啦嚇，即係同埋時間，香港政府嘅態度又係咪360度轉變啊？係啦，之後我記得應該係禮拜日嚟嗰日係，突然之間佢哋就工作小組不嬲都有啦，咁啊突然之間就話要組隊去泰國。哇！咁啊係啦，然後副局長卓孝業都夾埋隊，因為本身冇佢名嘅，本身係嗰個副秘嗰個應該係常秘帶隊啦嚇。咁即係即刻成個層次提升咗好多。咁可能又知道嗰邊有高級接待佢哋啦，嗬。咁啲家屬咪好開心。對於佢哋嚟講係覺得即係終於有啲比較明顯嘅進展咯。係比起一開始可能10月啊11月嗰啲比較冷待嘅情況嚟講，係一個比較大嘅對比。喂，咁佢哋有冇寫信去多謝黃星啊？即係有黃星啊，係咪啊？係絕對。如果唔係黃星呢件事情嘅。係咯。我諗佢哋都公開都有多謝黃星。多謝黃星啊！黃星真係好嘢嚇，其他人都怕俾佢救到㗎，嗬。
因為唔係淨係香港，係咪有其他人都放內咗？內地都放咗，我知內地台灣都有放咗。有啲日本都話放埋。係啊，日本都有，係。係咯，即係所以真係個個要多謝黃星啊！絕對係。咁而家點搞咧嚇？而家香港咁樣要做啲咩嘢去令到香港人提高警覺？唔好人哋都救晒啲人翻嚟，你又走幾十個去俾人困住，咁點搞啊？係。點做好咧？即係政府嘅宣傳，我哋都 keep 住講㗎啦。咁但係當然有啲再具體啲嘅方法嘅，我覺得。即係例如可能有啲唔同地區都會有啲詐騙情況咧，佢會可能有啲最後把關嘅。即係例如可能對於銀行轉帳嘅時候咧，咁如果銀行職員發覺，喂，呢個點解呢個老人家突然間咁大筆嘅轉帳咧，佢會 call 警察過嚟幫手去跟進嘅。咁如果喺呢啲求職騙案嘅時候，會唔會即係可能淨係針對一啲東南亞一啲比較高風險嘅地區？特別可能係旅行航空公司，可唔可以做到類似把關嘅工作咧？佢發覺，喂，呢個人一個人去嘅單程機票嘅，去一啲高風險嘅地區嘅，可唔可以做一個類似把關嘅工作？叫可能政府部門嚟了解下嘅情況咧。邊一個人去你就了解咁啊？好多人一個人去嘅喎，點了解啊？即係相對比較可疑嘅情況啦嚇，因為一般都會買埋來回機票嘅嚇，因為佢哋嗰啲個案有幾個特徵嘅。第一個就單程機票啦，第二就係凌晨機嘅嚇，即係多數凌晨機。點解要坐凌晨機？係啊，係有段估嘅，因為佢哋減低佢哋求助嘅機會嚇，因為當你去到天黑黑啦，第一啦，第二就你屋企人好多都瞓咗覺㗎啦，即係以為你上咗機啦安全啦。第三就更加順理成章地唔使搭公共交通工具，要搭佢嘅專有嘅，因為咁夜車啦，係啦。咁所以即係可能針對住呢幾方面嘅，佢哋可以做多少少呢啲，等佢離境之前可以做多少少最後嘅把關工作。不過阿局長咧，阿鄧局長就喺電視都講過幾次咧，就係話其實係冇人咧喺周街行咧係俾人擄咗嘅。佢話你哋唔使驚啊，即係你啲遊客去到咁喺街無端端俾人捉咗，咁係咪事實咧？你覺得？我自己跟住個案，當然佢哋好多本身甚至香港已經我哋叫有蛇頭，甚至接頭人啦嚇，因為幫佢要處理一啲機票啊，幫佢處理一啲酒店嘅嘢嚇，咁所以某程度上阿局長咁講又唔係完全即係都係正確嘅。咁但係當然你話其他國家有冇一啲真係無端端喺街裏邊俾人擄走咧？我相信你可能睇唔同即係地方嘅一啲新聞，咁都有類似嘅情況。都有㗎。係當然有啦。喺邊度啊？內地都有啦嚇，內地都有，真係喺街度擄咗都揾到佢啊！哇，真係好猖狂喎！因為對於緬甸或者嘅園區嘅人嚟講，佢會開一啲好吸引嘅條件俾一啲可能一啲白牌嘅司機嚇，就會話如果你捉到，擄啲人係啦，咁佢會俾一啲比較高嘅報酬佢。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唔應該排除呢個可能性咯。所以就算我哋建議真係要去東南亞地區旅遊嘅市民都好，都盡量結伴同行咯嚇。喂，佢哋就話：你使乜驚啊？你又可以叫架車，但係你都唔知叫架咩車嗬？你到時叫又咩 Grab 啊，又煲咁嘅大鑊啊！真係你點知啫？佢嚟到接你嗬？係你又人生路不熟咁樣。因為之前有個更加誇張嘅案例就係講緊。有間我唔記得係咪馬來西亞啦嚇，就係一間老闆就請咗成30幾個員工去泰國玩，點知一次過送咗佢入去園區度嚇。嗰個老闆係即係合謀嘅，好應該係啦，佢同園區嗰邊達成咗啲可能協議啦，我相信。咁就將嗰30幾個員工就送晒去園區嗰度。馬來西亞嘅呢個係。應該係大馬係啦。你話幾大鑊？咁所以即係你話點可能？即係任何情況都有機會發生咯。喂，咁馬來西亞又冇乜點出聲，我嗰邊係咪好大新聞咧？呢啲嘢？我理解佢哋都有報導嘅。咁當然香港始終有佢獨特優勢啦，因為始終國際關注，亦都有唔同嘅傳媒嘅報導，即係可能BBC 啊，即係其他國家嘅一啲主流媒體都會報導咯。咁可能個反響就會大啲。不過我哋就希望即係香港人係即係唔好，即係要小心啲咯，嗬。如果唔係你咩成日救咗又拉又救，咁你搞幾咩咧？咁而家你即係你自己手頭咧，就仲有一個啫。冇錯。啊，但係唔知會唔會幾時又話，喂，阿 Andy 又有啦，真係大鑊啊！真係，即係所以即係你都會幫嘅，係嘛？係咯，咁因為我相信即係
有相關經驗嘅人都唔算太多咯，可能哇涂緊身，可能都比較熟啦嚇，咁可能佢哋會熟啲。但係如果你話一般都比較少啲接觸呢個案，係咪啊？我哋民主黨派好似冇你接觸咁多啊嘛。唉，總言之就即係希望大家小心啲啦，冇錯嗬。咁就其實出咗事，咁你建議佢哋點咧？出咗事，當然第一時間聯絡屋企人啦，屋企人係啦，聯絡政府都得嘅，係咪啊？都一定要聯絡政府嘅，係咪啊？咁當然喺一個安全嘅情況底下啦嚇，因為佢哋發現如果你對外聯絡，佢哋有啲家規嘅嚇，有啲家規發現咗你對外聯絡，可能佢哋會有啲懲罰咯，打佢啊或者咩嚇，好似要出戲咁啦。唉，希望唔使再揾過你上嚟再講過啦。希望啊，今次咁啊，多謝晒你 Andy 嚇，多謝晒，拜拜。